台南市长黄伟哲的车昨暗伫咧高速公路发生车祸，这国道警察调查了后，发现讲是头前车伊有放一卡铁做的工具箱落落来，这害后壁4台车被负险着安尼弄起哩。其中一台车就是黄伟哲的公务车。 车驶在国道北向台南新营路段，头前忽然间出现不明的大型铁盒仔，根本都袂负险。包括黄伟哲公务车载来的3台轿车和1台连接车拢弄做伙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全案现场未发现掉落铁盒之车辆，后续将调阅沿线监控影像查处侦办，违者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30条第1项第2款。 之规定开罚。公务车轰动，甲正边的车头拢猫落。黄伟哲13下晡去家己参加南方地理平台省长会议，大家省长拢表达关心。伊讲第一时间公务车袂负险，直接落去哩。出现到被车弯遐淡，迄当阵伊真正惊到。车祸的责任就是前方有那个掉落，对，而且不仅有好几部车辆都受伤。 根据高公局的统计，国道平均逐年拢有45000外件物件落地顶悬的事件，上侪都是塑胶布类这承载物品，逐年拢有2万外件。另外，落的车体零件嘛袂少，包括动物尸体等其他类别，逐年嘛有1万外件。高公局提醒讲，国道车速真紧，若落物件可以造成2次事故，高公局嘛会对车主来收处理费。 是针对这些散落物所造成的影响，在国道上占车道，或者说有实施交违的部分，我们会采取一个收费的一个规定。那原则上是以3000的一个集聚来做等比级数的一个增加。过去南部的国道就捌发生有大量的瓦片、散粉粉落地内侧的车道，用户人为中国防主线的车道，抢通内侧车道了后继续清，开始点外钟才扫清去，严重影响到过路的安全。高公局搁一摆呼吁过路人上路进前，一定要先甲货物保护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